美国上新的情报，讲中共无打算在2027年侵略台湾。也那国防部长郭立雄是认为，提升自我防卫能力，才挺好阻挡中国野心。中华鼻头有76岁阿嬷伫咧田里，互3只狗咬到规身躯伤，添200针。怀疑是附近饲家场的狗，动防所也未调查。中东战争也未停，有一寡旅客含旅行社针对着退费有争议，针对已经纳出去的费用认知无共款，并保协会收到40多件的处理案件。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20日AM新闻，我是嘉豪。讲到这国造的畅水南海鲲号长咧进行测试，总统赖清德呢，暂时头一届去到畅水南视察，海鲲号的内部也对外公开了。啊，那讲到这美国上届新的情报评估，讲这中共呢，无打算伫咧2027年来侵略台湾。啊，那咱的国防部长郭立雄是回应讲，中共的军事扩张将来就唔捌停歇，只有提升自我的防卫能力，才挺好阻挡中国野心。头一摆来到国造舰南海鲲号，留下历史性一刻。总统赖清德关心海鲲号测试进度，直到头一摆登南视导。被看做是最高机密的海鲲号内部装备也对外公布。对公布画面来看，海鲲号伫真微真有限的所在采取现代化设计。赖总统顺势紧急医疗设备也来到餐厅，有海纳式的软厨长椅，营造舒适的食饭的环境。房间的部分采取3层式吊铺。总统要关心面层炸光的琉璃啊，确保官兵生活居住品质。那总统的右手的上方有一个旋转的钮。另外，赖总统也是到海军256舰队将鸦片药减量级舰舰的性能提升进度，海龙号修建完成性能提升，安装新式舱模架。另外，一只海虎号有今年底完成升级，会大幅提升水下作战能力。也大船要拼海鲲号6个高船，国防部长郭立雄20讲，一步一步来，无设时间表。也是在安全确保的情况之下，把它做到完整。完整之后，我们再来进行交接。交给海军之后，那进行在不同的这个海域进行那个航行测试，可能最后那个重头戏可能就是它的这个武器系统的这个运用的测试。那这个可能都要就由海军来进行。那这个大概是不可能在那个台船进行的。也那美国最新情报评估，中共无计划2027年攻击台湾，不过郭立雄警示，中共军事扩张从来无停止。陆委会主委柯水正也强调，南方必须做上歹打算、上好准备，让他感觉到说，明天可能不是一个最好攻台的日子。这就是我们要不断的累积我们的实力。他的对台政策还是以这个消灭中华民国、并吞台湾来做准备。对这中东的战事一直摊开，伊朗封锁荷姆斯海峡，影响国际人员的运输。美国总统川普要求盟友派军舰来维持航道的安全。外界关心台湾是不是参加？在迄今为止，我们没有接获任何要川普邀请我们参与这个讯息。我们整个的重心都是围绕着我们现在日益升高的灰色地带的袭扰，以及可能对我们的军事威胁。郭立雄讲，对中共威胁，国军目标永远是守护台湾本岛甲离岛的平和金门马祖。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边总统李正秀，因为伊的国籍有问题，质询的时阵，官员拢无要甲回应。也那立法院的民众党团呢，在今日提出公决案，谴责内政部长刘世芳，也要求加这民进党的内政委员会调委李必基移上纪律委员会。立院的立委就表示讲，这李正秀唔那资格有问题，佮在讲到今早起提案的时阵，伊甲强势案写作是强势案，质疑讲连议事规则都无清楚。陆委会他们已经有预告说，下周的话，他们跟内政部做法一致。民进党中配立委李金秀资格争议，伫内政部过再接受质询了，陆委会也表示同款立场。李金秀正不满23日的立法院国事论坛，叫民进党唔通歧视。今天如果本席只是一般民众，能站上这个发言台吗？在此，本席严正呼吁民进党停止歧视与霸凌。不能再追杀陆配。陆委会是讲，真正判断李金秀权益的是对话，重申行政机关已经认定伊的就职资格有疑虑，也过尊重立法院的解职权。而且讲，民进党会让该解职，切人逮捕就会使。忘了我们司法 ABC 都知道嘛，无罪推论了。那你现在来讲，中选会已经发给他当选证书，他也宣誓了，他现在是我们中华民国的立法委员。为什么不给他行使职权呢？台湾民众党提名的李正秀委员，没有所谓解职李正秀委员的议题。那立法院在韩国瑜院长
协调的结论也明确的表达，李珍秀就是一位合格的立法委员。民众党团要立案的内容有4案，结果李珍秀竟然写成共识案，到底知不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法理上又不合格的人，凭什么当台湾的立法委员？民众党团不办最近的空气质询，提案谴责内政部长刘世芳，也要将内政委员会调回立法以上纪律委员会。礼拜一还是请李珍秀女士上台发言，那而且我也尊重行政院目前出示所有的法律证据。那很遗憾2个尊重换到今天民众党的一个非常无情的谴责。今日中选会新设对李珍秀提出动产无效之诉，中选会讲，你涉及重大或者是重要事项，会照规定提请委员会审议之后做出决定，这么就会等主委甲其他委员正式上任了，才会当开会。记者综合报道。中油前执行长池汉涉嫌在职期间贪污2700万，收押1年多。去年6月裁定500万交保，就要挂电子卡扣监控。本地后礼拜一特别宣判，这科控中心发现讲，19下晡要2点的时阵，电子卡扣放贴落来，人是下落不明。在今日发布通知，为了预防类似案件搁再发生，高雄地检署甲涉嫌犯着假钱案件的3联集团董事长张英昌等4个人，昨判决了后呢，今早起就甲人躯体到案，而且上加一片。但是有一些居民是新搬过来的，靠近我们这个区域嘛。这是2009年高雄中油大拿厂油气外漏，中油前执行长池汉代表说明的画面。池汉111年因为涉嫌透过职务贪污2700万，和桥仔头地方法院裁定羁押。112年用500万交保了后，限制自己出境出海，而且爱挂电子卡夹。逐礼拜3、拜6爱伫门牌号码头前翕相汇报，想要到才拄回报线，19下晡就传出电子卡夹伫屏东万峦互破坏，人嘛走甲无看影。桥仔头地法院随发股票，全面敲催，而这也是国内头届发生被告破坏电子卡夹滥港的代志。被告在周3晚间完成电子报到后，本院在隔天，也就是3月19日周4下午1点55分，被告佩戴的电子脚环遭到拆卸。我也不便问他太多了，我说你博士说都去哪里？他说去屏东庙里，还经常往屏东庙。他说可以初一啊。大附近的劳动司讲，昨早起9点外，看伊要出门，阁有小酒问，池汉救急爱保重身体，哪会知影代志变安尼？桥仔头地方法院伫高雄屏东敲催，到20早起也找无人，除了没收500万的保证金以外，也对池汉发布通缉。只是外界好奇，电子卡夹设计敢有法度靠人力破坏？专家学者拢讲，确实有这个可能。感应的线圈才是铁质的啦。那所以基本上是可以用人为的方式来做破坏啊，24小时都监控你的这个行踪，那它会在地图上也显示出你移动的热点。它因为是卫星监控的，所以它常常会有在那个房子里面的话会发生这种断讯的问题啊。学者表示，因为电子卡夹是靠卫星监控，这回池汉可能是利用一寡角头信号较弱的所在来破坏电子卡夹，这也显示出电子卡夹不是万灵丹，无法度全科技来防止被告滥港。记者柯秉正、柯家族、柯朝阳、高雄屏东综合报道。来看这款的意外，搁再发生啊！彰化这个月初，伫咧河边传出15只狗伫街路顶头的乌白夹这过路人，想袂到伫边头有一个76岁阿嬷田里做事时阵，却互3只狗夹甲规身躯伤添200针。家属怀疑讲是附近饲家场的狗仔，但防所也讲，若阵确实是因的，就甲因开罚单。镜头内，阿嬷牵脚踏车，规身躯衫裤破裤裤，拄则有狗丁攻击的伊，忍痛对外讨救，庄民协助通报救护车，甲送医急救。在中岛彰化县鼻头乡76岁姓陈的阿嬷，高一人去光复路附近的田里做事，却去拄到狗丁。家属来到现场，看到阿嬷的帽仔甲手笼拢落伫咧田里，怀疑凶手是附近饲鸡场的狗仔。帽子跟头巾都在这里啊，人有倒在土里面。非常难过啊，所以我们要努力找到凶手。鱼蛋阿嬷倒伫面床顶，医疗团队评估规身躯有100几个空碎，拢总添200针，因为伤口内底有真侪幼沙，目前搁伫接清水治疗。迄3只啊，我一个人的啊，我搁摸一寡物件，都淹到伫个田底，伊甲我教，我落尾我救人啊，无半人啊。伊规个空碎内底拢是沙，手啦、骹拢是，还佫较接疼。
规个身躯的空嘴差不多爆坏。 啊，大家内底空气拢做垃圾的。彰化县河美镇这个月初，才有15只狗仔追掠家乡过路人，隔壁线西乡嘛有类似的状况，甚至佫威胁到幼龄师生的安全。动物防疫所强调讲，会含警方调查鼻头乡家人的狗仔按倒来。厘清狗的饲主是谁，然后如果确定是有主的犬只，那这些犬只的饲主就是依动保法就处以3000元到15000元的罚款。 另外，河美镇狗咬人的案件，到今已经抓到12只狗仔送去消防署。县政府后续会配合各乡镇的清洁队，看状况来处理危害民众的狗镇。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屏东的万丹国小传出讲，可能是食物中毒的事件，有43位学生含一个老师18只营养午餐了后，出现吐骨头的情形，甚至有学生住院。卫生局19派人去到厨房采样，校长表示讲呢，这间团膳公司有报3间学校的中昼顿是食的物件有问题，或者是诺罗病毒感染，拢需要等待调查结果。 画面看到家长陪囡仔去病院看医生，囡仔有的吐，有的巴肚痛，因拢是屏东万丹国小的学生。对18暗时开始，袂少人出现流甲吐的情形，惊是营养午餐的炒饭有问题。学校赶紧通报县府教育处，统计有43位学生和1位老师无爽快，其中有2个学生住院。目前，我们学校的供餐人数是有999位，疑似就是学生身体不舒服的状况，大概目前有41位的，但是现在都已经陆续复原中。其实那个昨天的人数44到今天的41，其实是没有往上增加的。小朋友就是有肚子痛，然后有呕吐这样子。是。对。你们家小朋友有吗？目前没有。对，还要持续观察。这摆受到影响是4年占大部分，4年4班和5班一半以上的学生拢请假。卫生局19透早就派人进去学校厨房做采样调查，嘛要求学校暂停煮中昼，这2天厨房进行2摆消毒，确认无问题，才会使恢复中昼顿。命学校厨房暂停作业，进行环境清消，且需确认环境改善，通过复查后，使得恢复供餐。后续将依规定将相关市政移请屏东地检署侦办。校长讲，因为这间团膳公司有报万丹国小、德林分校和兴华国小3间，目前只有万丹国小出问题，怀疑有可能是诺如病毒。校方会请老师提醒学生囡仔爱较接洗手，注意卫生。不过到底是食物问题，也是病毒感染，搁要等卫生局公布调查结果。记者柯炳哲，屏东报道。最近无资平台有一个台湾的查某囡仔讲，家己要去南美洲6个国家发起无资计划，要甲大家报13班的旅费，却引起争议。有网友认为讲，若准备去旅游呢，就爱家己趁钱，毋是甲别人募款。这当事人已经甲计划落价，也来甲回实内容，强调讲是伊无想清楚。独立或小众创作者他没有启动资金，那他就募资平台他就给了一个这样的机会去让大家看到他们的创意。李导伊是图文创作者，自网络策划到实际设计出周边的产品。伊除了接办，也讲伊进前用无资平台提供周边的能见度，那是卖也讲消费的经验。它的价格会比较漂亮。那你有买过非实体的吗？有啊，像是一些创作者他们的影像或是插画，甚至是课程都有。对，这个在网络上其实还蛮常见的。因过这帮有人发起勇敢查某囡仔勇壮南美6国的募资计划，讲伊会对墨西哥到秘鲁自助旅行，按算要开18班，未对外募款13班。提案人讲，伊会整理一份南美17指南，互赞助者以后较袂行冤枉路。伫网络顶引起大家讨论，上尾即个一个人赞助300块，专栏已经下架。当事人也伫社群平台发文道歉，讲一开始是看到欧美有这种募款的计划，也想要试看卖，无甲回馈价值想清楚就上架，造成反弹，感到抱歉。专家讲，无共鸣感是失败原因之一。多数人会期望说，如果今天要是我付出了这样的赞助啊，那除非你是这种公益团体或者是一些特定的弱势，不然的话，他可能会希望能够拿到实际的一个产品的内容，或者是说可能一个更独特的一个周边商品。那第二个呢，则是知识的一个程度。国内线上平台包括台湾第一个群众募资的泽泽，偏向科技类的 Flying V。
主要课程业务的学校，也过补助平台经过这么多年，也出现真侪消费争议，像想法交会产品甲有机有差这寡问题。消保官讲，作为部怎么正伫咧定草案，规范集资平台定型化契约应该记载甲无应该记载事项，和集资平台照会做。现阶段，若消费者在集资平台上购买商品，遇到延迟交货之情形，经催告仍未取得商品时，可解约退款。若商品有瑕疵，可向业者请求履行瑕疵担保责任。此外，倘业者迟未退款者，消费者可选择向发卡银行申请争议账款。对即马伫咧网络顶讨论的南美型募款活动，消保官讲，虽然提案人甲赞助者之间无消保法会当适用，也阁有民法的相关规定。集资平台算是消保法所讲的企业经营者。所以，若是赞助人甲投资平台之间有消费争议，是适用消保法。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最近的无啥落雨，咱台湾也出现一个欠水的危机啊！南投日月潭水库的水位也降到真明显，现此时水位已经降到741.9公尺。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就讲，若像这水位落到740公尺以下，就考虑把这码头关起来，游船的业务呢又来暂停。按算一个拜六礼拜就受到影响啊！啊，若上届有名的高架水架塔关关，即马会当看到落只咯。国际上正出名的旅游景点日月潭，最近因为欠水，水位直直降低，因为无水，高架四卡贴悬悬的所在，即马已经会当看到6只。1、2、3、4、5、6只。大颗颗安尼，你感觉较会影响到这淡薄景色？我感觉袂了，特色不一样嘞。但是看到淡薄担心啦，水量变少了啊，这边的饮用水会影响到啊。差真多啊！差真多啊！啊，无应该搁较侪水，安尼风光明媚的更漂亮啊。台湾目前进入大水期，加上今年春雨较少。日月潭现此时水位已经降到741公尺左右。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指出，若准水位落到740公尺以下，就会考虑把码头关起来，这阵游览观光的服务嘛会停止营业。即马日月潭水库的水位降至742公尺，因为码头的桥会变到较夹，所以爱请来日月潭佚佗的游客会使特别注意家己的安全。因为水位下降，日月潭水面嘛出现着2种色水，部分的所在看到黄色的土水色，那亲像阴阳海。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强调，这是因为水位下降。布外边的图显现出来，水开变色，嘛显示着大水期的危机。提醒大家，这段时间水爱欠啊用。记者洪延修南投报道。台湾西部今年是冬天的降雨量75年来上介少的，不过台北市的翡翠水库欠水量呢，有超过90%，是因为这20年来拢总投入232亿以上，甲这个旧港线换掉，或者漏水率对27%降低到无90%。即马呢，阁爱逐工支援台水公司90万栋的水河附近的地区。民国91年迄届考环，和台北市启动53天分区供水，翡翠水库一向免惊无水，煞互人看破。北水处决心要改善水网，20年来投入232亿，要来淘汰老旧的管线，漏水率对原本的27%，去年降到9.98%。今年台湾西部面对75年来冬雨上少的降雨量，翡翠水库的欠水量竟然阁有91.33%。北水处表示，会阁继续开10天改善，剩余的1200多公里都把它全部汰换，对漏水的一个再进一步的减少到7%。北水处改善漏水率比台水公司营运的成绩较好，即马水情无理想，阁爱支援基隆甲新北市部分地区。台水嘛坦白讲，好佳在有翡翠水库的支援。我们一天要从水处这边拿大概90万吨以上的量，如果没有这90万吨以上的量，要找水找得很辛苦。今年新店苗栗的水情较严重，翡翠水库的水敢有可能进一步南上支援呢？水利署表示，若翡翠水库会当扩大供应，甚至是到桃园的北部，就会当甲石门水库的水渗落来。石门到宝山这一段的工程，117年或118年就可以来发挥功能，所以未来翡翠水能不能再继续来扩充它的功能我们是期待的。
一届科华地区分区供水和北水处雄雄感觉翡翠水库搁较侪水嘛，袂堪白白流失。伫30档改善计划，慢硬要缩短做20档，工课搁较艰难。毋过投入的经费，即马伫欠水的时发挥功能。比较20档前，去年减少的配水量，等于每档省2/3的翡翠水库欠水量。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旧历的2月初2，土地公生，有人讲是做头家日子，正拄好也是24节气的春分。天气方面呢，这方面影响到北部、东半部和恒春半岛一寡所在会落地渐雨。那礼拜过后天气是渐渐稳定，不过这气象署也提醒讲，礼拜到后礼拜3呢，伫金门、马祖也有西半部透早会大忙，塞车爱特别注意。现场的人吵，这是南投出名的泡面土地公庙，大家来拜拜求平安，阁会当免钱食泡面。拜五是旧历2月初2，是土地公生，嘛是民间讲的头家。台语有俗谚讲，食尾鸡面悠悠，食头家脸喙手，意思是讲食尾鸡时阵烦恼工课有变动，啊若食头家时阵员工喙笑目笑，毋免烦恼，互人死掉。嘛有另外一句俗谚，号做头家无做尾鸡空。尾鸡无做年年空，这句话是强调头家祭拜重要性。逐年的2月初2，第一拜做嘅叫做头家。即天一般来讲，拢是去拜土地公，因为土地公生日啦。做生意人感觉第一天拜土地公，伊的生意会较好啦吼。3月20嘛是24节气的春分，气象署指出，这礼拜天气变化较大，拜五、拜六受到方面的影响，北部、东半部甲恒春半岛部分地区会落地渐雨。礼拜方面离咱较远，东北季风减弱，天气渐渐变稳定。不过东半部山区也是有可能会落雨。至于在未来1周的话，在明天的话呢，大致上降雨跟今天都比较类似，不过东边的水汽是变得比较多一点哦。那到了3月20日，环境慢慢的转偏东风之后呢，东半部地区是迎风面，都还是整天不定时会有一些阵雨的状况。不过在中南部地区的话，以山区的午后零星阵雨为主。气象署嘛提醒，礼拜到后礼拜3，金门、马祖甲西半部透早会大忙，凡势会影响视线，提醒塞车都要注意安全。记者郭金勇、王志光、王英修综合报道。讲到这中党的建会到达时也未停歇，外交部长林佳龙伫立法院表示讲，有台湾的旅行团讲要去杜拜，讲也讲袂听。这观光署证实讲，最近有真侪旅客和旅行社针对着解约退费3成争议，已经委托这旅行业品保协会受理了。目前呢，已经有40多件伫咧处理。那品保协会是指出讲，主要是旅行社和旅客针对已经纳出去的费用认知无共款，而且这支付证明就要时间去申请，目前还阁伫咧协调。点开个大旅行社销售网页，以杜拜团为例，有旅行社已经将销售的开关关起来，不过也有销售中，而且有10多人买。这次出团日期是6月。中党建会也未结束，最近真侪旅客甲旅行社因为解约退费3成争议，就由品保协会正伫处理。品保协会也证实，3成纠纷的拢是原定要经过杜拜转机的个案。经由中东转机的这旅行团的纠纷，到目前为止累积已经差不多有40件以上的40多件的一个数量，不可能说马上就统统弄好，因为毕竟涉及到国外或很多的国家。根据观光署进行公布退费标准，建经属不可规则伫双方当事人事由，依照国外旅游定型化契约，若旅客想要取消行程，旅行社应该把已经支付的必要费用扣掉了后，剩的钱退还予旅客。也就是加大，有的也有景点门票甲船票，这已经支付费用可能拢无法度退还。不少欧洲团、埃及团要飞到国外转机，结果行邮轮行程的团体，原本拢伫杜拜转机，旅游的所在甲产品形态拢不共款，所以退钱标准也不同。杜拜呢，它1年有将近1亿个人次在杜拜转机，所以在短时间之内其实是很难找到替代方案的。3月份可能退团的人是比较多的，可是4月、5月几乎都趋近于正常。业者分析，军中党战统也无明朗，确实有旅客要求取消，不过因为杜拜机场维持正常的起降，要求行程照行旅客也袂少。对此，观光署搁再呼吁，请旅行业者最近尽量避免组团到中东旅游，也是到中东转机，也提醒民众出国进前一定爱到外交部领事事务局、旅外个人动态登录的网页登录，降低旅游安全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这中东烧战已经近3礼拜了，煞变作是互相攻击能源设施。布兰特原油机会介绍搬中板冲到1桶119块的美金。若根据着这国际油价波动，这礼拜国内油钱是拢爱起价。若中油呢，先吸收柴油、汽油的介绍已经了33亿啊。后礼拜这油钱敢会来起价呢？经济部是证实讲，为着要减少了钱，中油当咧争取3500亿的增资案。以色列首都耶路撒冷搁再向空袭警报，中东战争进入第3礼拜，伊朗重要的南帕斯天然气田和以军空袭了，伊朗也快速反击，攻击卡达加所地能源设施，两边攻击报复一直加。If the attacks against the infrastructure, the oil fields, the gas fields, and the processing plants continue, then it's going to take a long time to fix that. 分析师认为，荷姆斯海峡准无法度过，和油价一直起，这是暂时性的。不过，若是中东的能源设施一直被破坏，市场担心能源的供应的长期受影响，全球的油价大起。Unfortunately, with the Israeli attack on the South Pars in Iran, and then responded in tandem by the Iranians on various oil and gas facilities across the Gulf, if that continues, and especially if we see human toll increasing, then that could mean there could be some retaliation out of defense from the Gulf state. 布兰特原油19被冲到119块美金，而且也看到咱国内油价，照中油联动的中东指标油价已经冲破1桶140块美金，照普通油价机制，后礼拜汽柴油1公升会起4块7加5块，大家注意敢会动起。那在这个临界点过后没有办法持续，我们就会必须有什么样的一个其他的机制来因应？看中油的需求，它需不需要跟所谓的金融机构更多的融资？回过头来检讨我们的特别条例当中，因应国际局势特别条例当中，可不可能有可以来支用的部分？政府这马是用阿林上期介绍平稳机制加中岸平稳机制两种方法来应用，但是油价继续涨起，中油的亏损会愈来愈大。政府祭出2大平抑措施，不过光是前2周汽柴油吸收就已经让中油减少收入33亿元。外界关注，如果冻涨长达1个月，将累积亏损超过100亿元。这马外界估计，若是战争一直拍到高价，中油吸收的金价恐会到400亿。这马是毋是搁再动起？中油也未说明。不过经济部讲，目前中油希望增资3500亿，经济部已经同意，并且送去行政机增资编列预算。记者综合报道。央行第一季理监事会议宣布，对今开始呢，民众买厝买第2户，这买厝贷款对5成会当调悬到6成。专家认为讲，这当提升市场的信心，换厝意愿增加，带动交易量小可增加。不过，针对已经签约也未半钱的个案，敢会当使用这新制度呢？这部分阁需要观察。在去年，全国厝的买卖移转的数目只敢若剩26.1万栋，从最近9年来新高。因为今会影响房市，央行宣布自20开始绑定第2间厝房贷上限，第5成增加到6成，后要换税人减1成的自备款。如果说呢，现阶段仍然在这个排波上面要等待一段时间，它其实呢也不太可能有所谓的这种 V 型反弹或者是报复性买盘的。专家认为，央行略略绑定房市的管制，两林区的厝价是未受影响。不过，伫新兴区域就按注意建商是毋是因为看到买气有回升，造成新兴区域的厝价颠倒袂共。房市注册专家认为，央行对换厝人放出有限的信号，互房市的信心小可回升。和民众较愿意想要换厝，市场交易量小可会当回升。民众的购屋的负担等等，如果还没有一个明显的下滑或改善的时候，我们的确不认为有任何应该下修的理由。民间团体认为，央行的压力是因为民众对高房价不满。因为传统开发商如果因为信用管制，房市交易量急速而反弹。所以政府无应该下修房市信用管制，一若绑定第2间厝房贷当时当有效果。专家讲就要看520这个档期。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假这纸本配量减少，中华邮政要变转型，今年5月要启动 A7物流园区，结合程度也个配送来提升竞争力。目前包括含配送业务也增加，工会是呼吁讲，正欠卡手都无法度正常来休假。中华邮政目前也正咧找做半工的内勤人员，要来解决欠工的问题。
车北区要来载包裹，中华邮政即马拍拼咧做转型，因为去年的电商包裹也个快捷的邮件增加3成。中华邮政工会讲，目前第一线的卡手是真无够，呼吁资方爱赶紧补人。比如说我们台北邮局应该有4300、4400，事实上我们现在大概4000人而已。包括高雄、台南，几乎所有的局都这样子。外勤同仁要休假都没办法很正常。中华邮政即马是咧考半部的内勤人员，互因来做半部，主要是要来应付即马电商购物的货量增加。比如讲，这柜台或者是处理邮件，伫咧尖峰时段人拢爱增加。若亲像台北邮件处理中心的货，这个月计是18930块，有劳健保也有年终奖金。主要工课的时间是伫咧暗时，因为这个业务的特性，所以有可能爱轮暗时9点到半暝1点，或者是半暝1点到早起5点的班。特别尖峰的时刻，他会欠一些人哈，比如说晚上啊，或是比较早的这个时间哈，所以我们这个半日制事实上来补那个前日制在尖峰不足的一个部分。邮局讲未来嘛是会向请规工的卡手为主，为着要应付今年5月开始下7邮政物流园区上线，人一定会考较欠。目前当咧评估是毋是要将一年考1摆的招考改做是2摆，因为即马佫拄着退休潮，主管嘛咧欠人，这嘛是真有挑战。另外对着工会反映讲，这个邮资伤过低，应该爱起。王国在回应，去年邮局赚101.54亿，目前主要是以提升服务量，也佫品质做目标，短期内未调整邮资。记者综合报道。劳动部伫元旦推出新制度，这由囝留一天薪会当用几工来请假，拢总有30工。不过民众是无傻傻讲，若总有2个囡仔要安怎来计算呢？劳动部在今仔做出决议发函予地方政府，讲这囡仔3岁进前拢有30工，若总有2个囡仔呢，就是60工，按照这个标准落去推算。囡仔拍病真麻烦，一个就真头痛。若是一届2个，规家伙仔喂来喂去，爸母确实是无咧烧。劳动部伫今年开始宣布育婴留停新制，员工会当改以天数来请。不过劳动部伫过程中一直拄着民众咧问，若是有2个囡仔要安怎，才会当分别计算等问题。我们今天通函给全国各地方政府，希望透过地方政府告诉所有的劳雇双方，每一个小孩在3岁以前有30日一日申请。基本上，依照子女的这个人数，2名子女他就会有不同的30日。劳动部宣布，若是有2位3岁以下的囡仔，得当分别请30天的育婴留停假。比如讲有2个囡仔，一个囡仔30天，安尼2位拢总会当请60天，翁仔某加起来得当有120天。今年开始的制度设计，它的所谓一天有一个限制，就是最多只有30天。那劳动部今天做的另外一个新的制度改革，就是如果你同时有2个小孩，我就允许你60天可以一天一天拆。劳动部指出，以工作单位申请育婴留停，已经大大提升男性照顾囡仔意愿。新制就路到达已经有1237个男性申请，占44.3%，比去年的27.8%明显增加，也显示新制会当促进男女分担照顾囡仔的责任。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有风声讲，财政部打算伫咧118年，甲一个月营收有到20万的小食店、便当店等等，拢改做爱开发票，税金也对1%变做5%。不过，真侪店家是认为讲，这加出来成本就会算到消费者遐去。那即马财政部是出来背花，讲营业额20万以上的大众化消费饮食店，目前也是唔免开发票的，有设3年停好春秋，到117年的年底时到才来评估。小富富的蚵仔煎加一寡酱料变甲香港哦，大家拢想要食一嘴。台湾的点心，通世界拢讲赞，毋过传出118年开始，卖点心的店头爱全面开统一发票。财政部补话讲，每个月调查营业额若无到20万，同款免用统一发票，照税率1%扣营业税。那开发票要收这个5%的税金的话，基本上店家会把这个金额转嫁给消费者。这样子来讲，我们成本变成很高，要求我们开发票，可能我们就没做了。财政部讲，89年5月初3的规定，大众化消费饮食店，亲像面搭、自助餐等，无论营业额悬低，原则上照税率1%扣税，免开统一发票。不过即马开发票较简单，为着要营业额有20万的大众化消费饮食店，营业税税金会当统一。财政部会做评估，按118年度开始，就要使用统一发票。
个人所得等等的总体考量，这个数字可能需要再调整，所以我不认为需要提供统一发票这件事情，让大家都能够比较公平吧。政府有更多税收嘛。财政部讲，营业额20万以上的大众化消费饮食店有5300间，目前同款免用统一发票，不过有3年的宽限期，会搁再积极评估。另外，只要店头有使用行动支付，虽然营业额超过20万，同款会使伫117年度进行使用1%的营业税优惠，免开发票。过去因为要推广这个，它有一个租税优惠的期限，那优惠期限在117年会到。对因提供，为着要落实行动支付，甲符合卫福部希望买点心的时阵，尽量莫用手夹着钱，维持卫生习惯。不过财政部会观察电子支付甲提升卫生的推动状况，再搁做后续的考虑。记者综合报道。国内蒜头来到采收期啊，今年受到气候等影响，唔但有病虫害，产量减绩效又过落。农粮署启动收购措施，要稳定绩效，收购总量是1000万斤，绩效是1斤28块以上。也呼吁农民呢，这台湾蒜头日后的起价会当先甲行价蹲起来，日后才大卖。即马豆豆进入国内蒜头的采收期，不过今年受到气候影响，价效嘛比成本较低。地方民代接到蒜农的申请，希望农业部协助渡过难关。农粮署伫个让高档了后，搁再收买蒜头来稳定市价。即上介少基本费，上介少1分地爱5万以上。安尼，但咱本钱哦，工钱是无算哦。相关的配套甲措施就对，最主要也是要确保咱蒜农的收益，这是同重要吼。农粮署表示，目前云林产地淡蒜头价销一袋斤24块至28块，比去年一袋斤32块更加低。加上这几档肥料甲农药价销也悬，真侪农民是叫苦连天。农粮署会辅导蒜头产业设立联名等协会，到收买1000万袋斤的淡蒜头。大概就是说，针对我们这一次的一个稳价措施的部分，我们大概已经有预定好那个规划书，大概就是说，我们大概要做那个，这个是数量是大概是1000万台斤的一个试算的一个收购，台斤28元以上的价格来向农民收购。采收期的期间吼，嘛有足侪进口的蒜头爱冲击到咱本土的蒜头啦吼，安尼就影响到阮这蒜农的这个权益。农粮署嘛讲，收买上限是每分地2800袋斤的淡蒜头，而且农民爱有种植登记才会当申请办理。最近受到东东战争的影响，油价起悬，航运成本增加，进口的成本嘛会较济。国产的蒜头后续应该会更较好价，呼吁农民莫急要卖，会当先行单，再搁慢慢来卖出去。记者综合报道。顶年凯比风台造成北江溪爆花放弃，害台南后壁有60多公顷的农地到大陆无度种植。虽然政府有投入真侪钱来清蓝图，不过受到去年真侪届大水害影响，工期一直延后到今年3月底才会当完成。农粮署也讲会向行政院争取相关的补助来补贴农民这段时间的损失。眼前的后壁区上家当将近60外家产地，对准年开辟风台北江溪放化了后，产地就安尼趴荒，农民无奈讲，水沟甲排水设施损害甲真正力，因根本无度落去整理。虽然中央拨款1亿由市府来清蓝图，原本去年9月完工，因为去年风台加上落雨也讲大雨，工期煞延到今年3月底，产行到达也无度种植，互农民真着急。因为你水沟你水沟的宽度要。空偌悬偌深，咱唔知影。你水沟要先掠起来空起来，咱的田斗啊咧就水沟啊，就水沟咧做到食水地、食水食着啊。啊，你已经3冬啊，3冬拢无法度互因种，也是毋是讲今年度要拜托政府哦，佮甲因补助一下。都像咧放油井啊，哦，个放规间。都拢无哪补啊，妈咧啊，就是人拢人嘛爱补，鸡仔冇赚，无所都唔能讲种老人要哪生活啦。针对工期延后影响农民种植的收入，有民代替农民向农粮署争取，要求把原本的休耕补助案佮延长1冬，包含今年头1期佮第2期的补助。农粮署讲会向行政院争取来补贴农民这段期间的收入损失。考量地方近期反映，就是有部分农地还没有复原，再加上说灌溉沟渠也正在整治当中，所以我们近期会再向行政院争取115年可以延续专案休耕的措施，来确保农民收入。
除了争取补贴、恢复灌溉设施，才是复建的关键。目前当地的邦鼻支线顶3条重要的水线，才着互土沙台掉咧。农电水利署回应，目前有核定要1000万的专案经费，但是府验收完成，水利署的工程得随进行，相关单位全力赶工，没有这片受灾严重的后壁农地，会当早期恢复原本的模样。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伫咧高雄有一套全国独有的行道树起气监测系统，干部局表示，讲拢总有350台，透过监测器呢，这树啊若准起气的角度超过2度，就发出警报，随派人去处理，效率阁真好。连日本也想要来学。好，当我们树木发生倾倒的时候呢，我们的资料就会回传到我们的平台。透过模型实际操作，甲大家了解高雄市这套全国独有的行道树气道监测系统。因为山道里捌伫高雄扫倒2500丛的树啊，市府开超过半个月时间才到啊复原。工务局表示，高雄有超过30万丛的路树，因此迄阵就来开发这套系统，针对轻铁也个商业区、人济区域来甲路树到监测仪，只要树啊外侧角度超过2度，后台就会收到警报，随派人去处理。尽管咱有一个龙猫隧道，佮有一个雨豆树隧道。拢做好的一个点，但是咱试过在走的时候，这树啊袂当倒去啊，倒去了咱就废去啊。所以我即摆甲这个300几粒丛树我拢甲装这个仪器，我知影讲对丛树啊到底会倒袂倒。我们会先检查它的根系，那如果它有根系腐蚀，或者说它已经严重倾倒，那么就做移除。那如果它只是轻微的，那我们可能会修剪枝叶，或者说我们会旁边加固一圈钢索。工务局讲，这套系统就连日本嘛要派人来学。以早树啊倒去对通报到山走，上无爱规半工，即摆可能2点钟就会当排除。尤其透过监测仪，即时通报灾情，就会当提早应变。高雄轻铁最近就透过长期的监测，发现大顺路附近列管的3丛大树外出的角度愈来愈大。国际公司头一摆主动来刷树啊，确保轻铁行驶的安全。之前台风吹倒歪斜的雨豆树较靠近轻轨轨道。经专家研判有影响营运的风险，目前经移植后已无存在倾倒风险的。透过监控路树，确保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这套系统连续2年得到大众的肯定。市府表示，未来结合教育局、农业局等单位，甲监测机装去校园甲定柜的老树，降低灾害发生的风险，也个树啊监测的资料库愈来愈完善。记者柯家珠、柯朝阳、高雄场报道。阿里山新民铁路伫2024年全线规划通行，上百年用茶做的落满山车头征收了后，也重新甲启用啊，是正做全台湾头一座由在地社区经营的临时车头。因那活化空间也创造真侪就业机会，也串联到地远的北港乐坛，也个现代的中奏团，透过一场电影音乐会，甲日本的故事分享，互更较侪人知影。电国在通车的龙马山车头，有一只规身躯全门的站长，伊的工课就是用故意单纯的表情迎接每一个旅客。这种散心的车头光景，其实是出自社区协会的用心。想要让游客停下来，可以多待一点的话，后面就觉得，这个萌经济好像还不错，因为他的脸本身长得就是憨厚跟疗愈。日本社区甲车头做来了，若去引旅客来佚佗，嘛甲车头变做在地农产品的产销平台。以早支持乐满经济分享，现在是变做外界人要认捌乐满地方历史的重要的物件。它跟其他的车站不太一样，是它这边有烟叶，可是我是第一次知道，原来这边有在制烟，蛮有特色。为着保存分享的记忆，社区嘛延续100年的北管文化，和世代传承交流。另外，今年新正因阁和中奏团合作，伫车头的广场举办电影音乐会，温暖表现阿里山铁路沿线的光景。以前我们过年，大人小朋友就会拉着，然后到车站这边走一走，然后就想说，那过年我们也来办一个活动好了，让各位在地的居民也好，然后让外地过来的游客，大家来重新来认识，再温暖这个地方这样。这场音乐会，和点睛的100年车头，搁再热热起来。那连接居民甲旅客的感情，嘛互大家看到阿里山的水，听到乐满在地的故事。记者综合报道。
为了去台南历史建筑的台铁后壁车头，去年丹那市风台来时阵受到损害，目前要甲修复。台铁从988班要进行修复工程规划设计。也那台铁表示讲，修复也甲结构补强，增加安全性，也要甲文化部争取这修复的补助。用两支铁条提咧，就惊阿鲁米架向落落来，会去伤到坐车的民众。台铁后壁车站，去年伫丹那市风台受损长，地输站内厝下排水管甲天棚歹去，台铁先紧急处理一部分。毋过为着要保存这栋台南市的历史建筑，台铁嘛筹募988万元，要来进行修复工程的规划设计。年底之前会完成一个基设的动作，基设的部分我们会做一些讨论的时候，那可能我们如果为它缩短时间，可能我们跟市政府来通知，一起来讨论，来缩短一些审查跟修正的时间。台铁后壁车站是1903年起的木造车站，伫1941年嘉义中部地震的时损坏，目前木造的日式站舍是1943年订建的。是台铁车站内面真少数阁留落来木造日式站房，搁伫2005年，互人列入于台南市历史建筑。为着安尼，民代嘛伫19去现勘后壁车站的修复计划，要进一步提升后壁车站的文资保存价值。做一些紧急的一些防护啦，这样。毕竟整个一个经费的争取需要一点时间，吴老师这边会协助台铁公司这边来向文化部来争取经费的一个补助。去年风灾了后，台铁初步检修，佮进行现况调查，预定4月进行完成修复工程规划设计，佮建造技术服务的招标。明年修复工程设计完成了后，爱搁送台南市文资审查。台铁会筹募修复经费，嘛会争取文化部补助。修复工程预定2028年底完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到南韩大田市一间轿车零件工厂，伫咧台湾时间20中昼发生火灾，目前是有35个人重伤，15个人轻伤，14个人下落不明。伫咧几多公里外呢，就当看到这火灾乌烟，有一间轿车的零件工厂，唔知是虾米款的原因来导火烧。迄当时呢，有170个人当咧上班，这场大火真严重。当地政府和中央单位拢出动消防设备和直升机来拍火。啊，那失踪的工人呢，这救援单位当咧使用手机定位找人。来看这世界杯卡球赛，按算在今年热天进行，伫咧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这3国来举办。受到这中东情势影响呢，顶礼拜伫咧巴林也个沙烏地阿拉伯的 F1 比赛是互逼取消。即摆烦恼讲油价若准来贵的起价，会影响到燃料成本。世界杯票价等费用也会对咧起价。2026世界杯卡球赛头一摆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3国联合主办，虽然比赛爱到6月中才开始，不过受到中东战事可能拖长影响，真侪问题已经开始出现。专家估计旅游成本会增加3成到4成。We always know that with the World Cup, for instance, that there's going to be increases in particularly domestic travel costs because airlines will bump their seats up between 30 and 70%. 对欧洲甲英国的世界杯球队甲球迷来讲，这项问题可能无大，上受冲击的应该是对亚洲甲非洲出发，爱驶过中东到美洲看比赛球队甲球迷，成本毋但增加，路程也又长。更加免讲面对突发的地缘情势之下，可能面临国际机场向向关起来，旅客大塞起的这个困境。So international travel, we expect travel to go up 30% because of the shortage and the fuel costs. But then when you look at the actual World Cup tickets, we'd expect another 30% on top of that. 也影响产品唔那安尼，杜拜原油计销19超过1桶166块美金，创下新高纪录。同一天，波兰的原油也起到将近120块美金。起价这悬的油价已经对国际糖价造成冲击，像是美国州际交易所 ICE 的原糖期货就已经来到5个月来上贵的。这是因为甘蔗会使同时生产原糖加酒精，当能源欠缺时，对酒精的生产就牵动原糖的计销。也若变贵的唔闹糖要加比。根据路透社报道，巴西咖啡虽然今年出现创纪录的产量，不过伫种咖啡的人唔敢买，也个炼油运输成本清悬之下，阿拉比卡咖啡的计销又个点点起2.7%。The cost of living has gone up tremendously, but people's paychecks are still the same. So a lot of people are going to start feeling the poverty line kind of shift.
对物价大起、薪水无起烦恼，就算伫美国共和党大票仓的德州也相关出现。面对国内通货膨胀可能相关的问题，美国总统川普已经要求以色列避免国再攻击伊朗的天然气基础设施，以免和国际能源的计效进一步刺激控制。公视新闻王如梅编译。咱来看到这罗西亚首都莫斯科，因的网络信号互因的政府切断要2礼拜咯，讲是要防止这乌克兰的无人机攻击。不过这一座都市呢，国际大城市的民众真侪人呢是靠这个网络伫咧食青的，对民众伫遐怨讲，袂输是等到20年前啊。未使用通讯软体，不过只敢若看到一个圆块一直说，表示无法度连线。伫过去2礼拜，罗西亚首都莫斯科的民众突然间网络拢无啥会通，政府切断真侪网络信号，民众无法度伫网络顶买物件，巴肚枵也无法度叫外送，交朋友传信息也真困难。科技水准倒退20年。Да, отключение Телеграма для меня это проблема, потому что я со всеми общаюсь там, и меня раздражает факт того, что я не могу быть на связи со своими близкими. 计程车司机讲，卫星导航无稳，可以无法度确定路线，工课受影响，真想要换头路。Не 2 недели уже давно такие длится. Тяжело работать без интернета, не видно точку Б, куда ехать, непонятно, маршрут не грузится, из-за этого, собственно, и пассажиры недовольны бывают, и работа очень тяжелая получается. 克里姆林宫讲，乌克兰的无人机攻击，常常拢会先连起你当地资料网络，锁定目标。所以，这段网络是要保护民众。因若断网什么时阵才会结束？官方讲，需要偌久就断偌久。Все действия осуществляются в строгом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 принятыми законами. Если спрашивать, насколько долго продлятся эти действия, настолько долго, насколько необходимо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ые меры по обеспечению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наших граждан. 罗西亚官方外国之前也捌甲一寡地区的网络信号暂时切断，不过对莫斯科这座各种服务拢是靠网络的大都市来讲，感受特别强烈。另外，也有人权团体讲，罗西亚正公布函数 WhatsApp、Telegram 这寡通讯软体。切断网络，互民众更加无法度甲外国联络，这寡拢是罗西亚官方控制言论自由的手段。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辑。伫西班牙巴塞隆纳的圣家堂呢，是这建筑大师高第作品，对1882年动工到今，经过100多年也未完成。所以来这工程呢，包含着教堂门卡口这个广场，可能要甲附近的街区摕来做广场。不过当地民众是真反对，认为讲因的徛街是合法买的，无要让出来。正中央的尖塔，佮包伫个因街内面，四周围的结构已经完工。这是西班牙巴塞隆纳圣家堂，是建筑师高第的传世之作，嘛是当地上显目的地标。这座大型的教堂虽然对1882年开始到今，搁也未完工，不过伫个去年11月，关岛已经将近162.9公尺，得到全世界上悬教堂的头名。今年搁加上中央尖塔顶悬的十字架，代表完成主要的结构，嘛纪念高地过身100周年。Difícil, ¿no? Pero quizá podemos hablar que con la colocación de la cruz estaremos casi un 80%. 高地一部分设计模型伫个西班牙内战的时受到破坏，根据建筑团队后来补起嚟的设计，教堂门口将会有一座大型的楼梯甲广场，不过执行起来就要拆掉两边的街路。大街区的民众表示，家己的厝嘛是合法购买的，买的时并不清楚会有这项规划，要求建筑方修改设计。Que no existe proyecto de Gaudí de tales escaleras ni del conjunto del templo cuya conclusión tiene diferentes soluciones, y que las escaleras citadas fueron dibujadas por los ayudantes de Gaudí por primera vez en el año 1906. 巴塞隆纳市政府嘛，当咧调解民众甲建筑委员会，因答应任何协议，拢会互民众一个交代。不过，巴塞隆纳目前嘛面对严重的主体危机，是毋是找到所在安置，也是互民众感觉质疑。而且，要安怎伫这栋意义非凡的建筑物和民众的居住权之间敲好平，嘛是当地政府必须要面对的难题。公视新闻由派准编译。咱最后来看明仔载天气。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17度到22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17度到27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17度到31度；
宜兰花莲台东对19度到27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2度到22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感谢咱的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